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八国车车验新闻》，我是嘉豪。邀请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布林在。美国伫礼拜二反弹带动台股，今日是收伫咧21295点起794点，不过起起落落这违规交割金额也达到2亿4千万。讲到这巴黎奥运，台湾队射箭羽毛球射击选手今早起登来到桃园机场，一个飞行机顶头呢，总统赖清德用广播方式来欢迎选手登来，机场公司会用泉水机式来迎接。拍羽毛球的李勇也讲，伊无要拍球了后，要去到国立体育大学教册，也要参选到这羽毛球协会理事长。另外讲到这戴资颖下晡登到高雄，伊也讲伊身躯顶招伤，需要时间来疗养。戴资颖结束巴黎奥运的比赛，切切透早坐飞机登台湾，下晡到登故乡高雄，亲友民众热情欢迎。想要先休息一下，对，但是谢谢大家的关心。现在有什么最想吃的东西吗？市长早上已经送给我了，什么呢？饭团，一落地就可以有爱吃的早餐，因为我在机上睡得太熟，没有吃到早餐，所以看到饭团很开心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特别准备饭团礼物来迎接。戴资颖伫奥运最后比赛，因为伤势无缘晋级，对了的规划，伊想要先休困养伤。有很多的受伤，对，然后需要一些时间复原。我目前先把伤养好，然后准备后面的比赛这样子啊。明年还没有决定，大概不到2周还有日本公开赛吧，然后但还要先看自己的状况复原的怎么样。切切透早奥运台湾选手陆续登来台湾，射箭羽球甲射击代表队拢到桃园机场。机场公司特别高规格用野水仪式欢迎选手。飞行机顶悬总统赖清德也用广播来表达欢迎因回国。能拿下这面金牌，我真的感觉非常荣耀。那希望4年之后呢，有机会能继续努力，看可不可以参选羽协的理事长，看可不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身为选手的帮助，这样。演员退役了后，除了想要参选羽协理事长选举，也要去国立体育大学教册。王哲林未来是改革曲上杰来配合，继续伫球场表现。对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射击，让我们有更足够的力量跟氧气，创造更多的不可能。射击选手李明远伫男子定向飞靶项目摕铜牌，也是台湾伫奥运史上第一面射击奖牌。帅气也阁有举教练跆拳道霹雳舞等比赛，伫巴黎奥运来进行。民众热情迎接选手倒来，也盼望帅气的比赛会继续有好的成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继续来关心这金门姓吴的钓客，以3月出海钓鱼，却伫咧大海迷失路径，和中国海警押走到今已经超过4个月。立委陈玉珍早起陪家属去厦门，甲人接倒转来。姓吴的查甫人表示讲，家己伫咧中国受到真好照顾，不过伊也真想厝，转来也着爱好好团圆一下。放炮啊！希望水分扫了了，金门姓吴甲姓吴的钓客今年3月出海钓鱼，因为无设置大埔迷航，互中国海警船找到。姓吴的钓客已经伫3月23登来金门，不过姓胡的钓客因为疑似军人身份，互中国滞留到即马已经超过4个月，总算应登来。想家，非常想家，跟家人好好吃一顿饭。然后谢谢福建的海警啊，以及台办。大家的照顾，让我在那边过得很好。伊妈妈阁亲身饲后生食猪脚面线，希望伊立即转来了后一切平安顺利。立委陈玉珍陪家属去厦门接人，伊妈妈一直7目屎，表示心头大石头总算放落来。因伫父亲节进前一个团圆，是上赞的父亲节礼物。今天父亲节是一个很好的礼物，希望赶快把儿子接回来。以后就不用烦恼了，每天晚上睡不着。所以儿子可以回来，真的很高兴。谢谢你们大家关心，也谢谢各位的努力，谢谢。伊读小学的查某囝，阁特别准备考试卷甲亲手做的父亲节卡片，要去接爸爸欢喜团圆，回来过父亲节。家属特别做锦旗，分别送予福建海警局、福建省台办，感谢中国有关单位救援各界照顾。中间也谢谢两岸相关单位包括我们陆委会啊、移民署啊、福建省台办、厦门市台办相关单位这个帮忙。
因为458人当初无照定数出入境，即摆是用专案的方式可以为厦门出境、银门入境。陆委会主委邱翠静表示，乐见伊得到释放，将对外界关心进前遭到中国海警船强制带回去的骗恶集渔船大舰满88户，人船什么时阵会放回来？邱翠静讲，希望完成应该会法定定数了后，被平安释回，也希望因各方面拢平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海情势紧张，中国解放军伫一礼拜内2届伫咧台海执行联合战备警巡，各军拢有严密伫咧监控。陆军10军团今仔日也伫咧台中环仔寮进行年度例行性操演，重炮保养射击，派出 M110A2 自走炮12门、M109A2 自走炮18门进行实弹射击，可见到官兵的训练成果。加在是拢有击到这海面的目标，看起来是真壮观。一个指令号自走炮落发射，规律真惊人，拍到海上的目标区，场面是真撼动人。陆军10军团初日透早伫台中环仔寮阵地进行每一年拢爱做的操演，实施重炮保养射击。模拟战时阶段，赶紧机动到阵地，陆军出动 M110A2 自走炮12座、M109A2 自走炮18座，官兵发挥平常时训练的成果，依照指令装炮轨，调整射击的角度。接到命令了后，18座自走炮同时间开炮，现场声音是真大声。陆军严整武器装备以后，依次战备，因为中国侵扰台湾愈来愈严重。解放军一礼拜以来，伫台海实施2届的联合战备警巡，各军严密监控，台海情势真紧张，引起美国甲澳洲关注。The alliance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anchor to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-Pacific, and not just the Indo-Pacific, globally. Deepening cooperation across the pillars of our alliance: security, economic, climate, clean energy. And if you look through the agenda we have,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together across the different lines of effort in our partnership. 美国和澳洲展开部长级的主相会议，两国的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出席，重点是气候变迁、核能产水人、俄乌战争甲中国威胁。会后联合声明，重新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，也严重关注解放军甲中国海警伫台海行动。美国和澳洲会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，强化对台湾的交流。我们可以来设法来扩大跟澳洲的交流啊，不管是我们进行2轨的比如说像国防安全研究院等等，可以共同讨论一些安全的议题。当然可以讨论，并不代表可以具体的合作，不过至少可以先从具体讨论开始。时机点到的话，也许可以从一些比较不敏感的开始做起。针对美国甲澳洲共同表达对台湾支持，肯定台湾是重要的东坡。外交部诚心感谢，也继续甲理念相爱的国家合作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来关心这国防总预算，搁再创下历史新高咯，每年来到6470亿。总统赖清德是强调，这是展现自我防卫能力。对立委指出讲，这国军恢复1年的200亿，上部就要增加160亿，搁再加上这作战训练的费用，拢会可能会影响到军事投资。另外，国防部早起也公布有36架中共军机飞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，离孤乱偏上界近的时阵，只有33海里。国防的总体预算，包括基金与特别预算，也再创新高，达到6471亿。中国对台湾威胁愈来愈严重，台湾展现自我防卫决心。总统赖清德接受前总统蔡英文的政策，连续2年国防总预算突破6000亿，每年是到6470亿，搁再创历史新高。对此，国防部进前就说明，这是为着因应明年付钱的高峰期。中共在我们的海空上面带有敌意的这种巡弋，或者是最近在灰色领域上面，中国不管是在金门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外岛上面，所做来的威胁，我们都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来去做应变。因为人员的维持费跟作业的维持费提升，所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压缩到军事投资的费用。针对国军今年恢复1年期的25亿，增加至少160亿的能源依持费用，加上作战训练的作业依持费用，立委烦恼讲，这个费用提升，恐惊压缩到军事投资的费用。话声讲，国军开钱就要拍算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讲到这几天呢，这股市亲像是西三温暖共款。这美股拜二反弹带动台股冲关，今仔日是收在21295点，起794点，连续2天的交易日总共是起1464点。不过这台股最近起落落，也和这违约交割金额大增加，昨昏公布的总金额达到2亿4千万。美国四大指数初六收盘逐步起，台股盘势也受到刺激，初七继续反弹，开悬行悬，盘中上悬起超过800点。落尾加权指数收伫21295.28点，起794.26点，创下史上起上低点，也收复5日线，连续2个交易日计共起1464点。分析师认为讲，这一波杀盘的重心来自美股甲日股，伫国际市场渐渐疏解之下，拄到低点买盘进场。过去这几天，我们可以看到急速杀盘之后呢，市场过度恐慌，融资连续2天就大减了接近500亿，这是造成这一波指数强劲反弹的一个重要关键。宽达三王共步单升，台积电股价前一天收伫880块，也搁回升到920块。公司期待来到将近23.86兆。不过台股顶礼拜五甲这礼拜黑色拜一2天，大盘计共2811.22点。按照 T 加2交割制度，证交所初六公布讲，违约交割金额达到大约2.39亿。计共有13号无缴钱，其中金额上大条的2个个股是材料 KY 甲国巨。原来初七公布的违约交割金额也有7279万块，受影响的个股也无公布。现在增加所谓的现股当冲啊，可以先买后卖，或者先卖后卖。很多一开始进入这个股市投资的人，后来没有钱可以回补，导致出现这种所谓的违约交割的问题啦。那一般来说，如果你要现股当中，大家都会找那种波动比较大的票。前一阵子股市好的时候，那些高价股波动度比较大嘛。专家又讲，最近台股起落真激烈，若是违约交割，除了民事责任，券商会当向客户收成交金额的7%违约金以外，若经济严重，会影响到市场的秩序。依照证券交易法，恐惊面对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今年前5个月，这假投资案件已经超过6000件了。刑事局进前，搁再抓到诈骗集团假做野村投信，先把这被害人诱来到因赖群组，结果透过家己设计 App， 互因家己落单操作，一直互这被害人发现讲，这赚到的钱无都领出来时阵，才发现讲家己是去用骗去啊！这短短半年来，就有38人去互拐去，损失的金额有到4亿遐济。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未来投资应该怎么布局，才能够。无论外资还是国内投信高层，定定拍片分析国际金融趋势，慢慢无想到家己还是公司，拢互有心人用因的名骗人。全身武装攻入去，掠到真侪查某拢去做诈骗，有人假做老师，有人假民众，伫咱的群组插入气氛，拐入群的被害人投资，提供落单的 App 嘛是特别设计。假做日商野村证券，为去年5月开始，敢若半年外时间，已经有38人受害，总损失有4亿元，就连退休的银行员嘛，互人骗去。该诈骗集团为确保稳定的人头账户来源，透过假应征工作或要求成员担任人头公司的负责人，开设人头账户及协助经营账款。并施予软性的监控，以防成员脱逃。公司名互人提去骗人的野村投信对专案无回应，不过强调诈骗集团功课敢若做一半，无了解野村证券是纯日商，不过台湾野村投信是合资企业，两间无共事业体。各位官网到社群拢一再发声明，提醒谨慎防止诈骗，嘛强调无落单交易的 App， 个人一该向所属的工会通报，至少有10位员工的身份去互人偷用。那个群组当中的话，就会出现很多人，就是会实际上都是诈骗假扮的人，就会说啊，这里面大家跟老师赚多少钱什么东西去诱拐去加入这样。今年1月至5月，投资诈欺的案件，警方接到通报超过6000件，财损有29亿元。要辨认假投资专家指出，毋若面册广告咱群组大部分袂使相信，若是一直叫你换新群组汇款，佮要求指定账户，佮袂当注明字句，种种可疑的行为，拢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有光电业者按算伫咧彰化丰原的国有农地起供电厂，这国产署也核发5间能源公司计共581公顷的开发意向书。农民是烦恼讲，这供电棒若准甲按落去，会有
污染的记录，而且也烦恼讲这田以后就无法度种啊。今仔日因就发起联署，讲要来抗议，也要求这国产署呢，就要赶紧来撤案。国产署是回应讲，有4间公司开发意向书已经到期啊，另外1间是8月底到期，也才摕到这意向书嘛，爱有国有地承租农民的同意，才会当向主管机关申请开发。拍死无体，拍死无体，反对公地，反对公地。中华凤湾乡上百位村民画口号，反对产地种耕田。有耕田业者提出申请，按算伫中华凤湾的国有农地起耕田场。国产署核发5间能源公司计共581公顷的开发意向书。农民烦恼耕田帮有污染的疑虑，会影响农作物，造成自救会徛出来反对。袂使去抄种田的啦，种田害死才8死人啦，8死人。无通啊做啦，咱这个田都遮好田，咱会做，咱是做田的生活的。咱为什么要来？互财团的时阵，咱要来种田。凤湾乡长表示，能源公司申请的地点大部分拢有农民在种田，是凤湾乡农业生产的黄金地点。开发种田是咧断农民的路。这是我凤湾乡的农业生产蛋黄区，是我凤湾乡上大的农村。结果你竟然讲伊是无法度耕作的。拢总去做光电，农地其实是最基本维持这个农村经济最基本的存在。那这样子，这么多的农地要变成光电，那绝对是会造成灭村的这个影响，人口又加速外流。针对核发的开发意向书，国产署回应，目前有4间公司已经到期，有1间是8月底到期，嘛强调要爱农民放弃承租，业者才有法度申请开发。意向书是有效期是2年啦，能源署会依照他的案件，有涉及的单位都要去评估。如果遵理筹设，那业者如果说遇到国有土地是承租人的，他就要拿到承租人的抛弃同意书。根据统计，目前耕田业者申请的国有农地范围大概有500户的承租人。国产署讲，假使农民若要继续种植，就莫签同意书给业者。自救会表示，目前有1,500人参与反对耕田的联署，稍后会把联署书交予能源署，表达反对产地种田的决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这中东的局势是愈来愈紧张。黎巴嫩真主党上届关键的军事指挥官伫咧以色列防空袭过往，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切拉强调会报复以色列。伫咧同一天，武装组织哈马斯宣布，因要来选出新的领导人辛瓦，伊也是这规划去年10月7去攻击以色列的指挥官。手提机也是海报发口号，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者对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的决定表达支持。真主党上悬的军事指挥官舒库尔正受到以色列空袭死亡。当地切拉纳斯瑞拉伫替舒库尔举行的纪念活动演讲，强调会对以色列做强国有力的保护，任何可能拢无路用。بعد اغتيال الشهيد القائد سيد فؤاد حزب الله أيضا يرى نفسه ملزما بالرد وإيران سترد وحزب الله سيرد لذلك ردنا آتي إن شاء الله ردنا آتي قويا مؤثرا فاعلا。演讲进前，以色列战机搁伫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天顶雄雄撞落来，引发真大声音波，互民众惊到世界味。纳斯瑞拉指责以色列选择升级冲突，和真主党可能会甲伊朗、也门等盟友合作，也是单独向以色列行动，也毋过会尽量防止冲突脱去边境地区以外，避免影响到黎巴嫩其他地区。同一天，有真侪粒火箭为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城市谢莫纳城发射，真侪拢互以色列防空系统砸落来，也毋过有关有部分击着空起的所在，引起火灾。以色列空军了后，就空袭黎巴嫩南部的2个真主党设施。这款历来刮起的冲突行动，嘛，互美国呼吁双方爱克制。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inues to take steps to lower temperatures in the region and to ward off regional escalation by Iran and its partners and proxies. 黎巴嫩组织哈马斯因为政治领袖哈尼亚伫伊朗和暗杀死亡，哈马斯7日宣布竞出强硬派新的领导人辛瓦，伊嘛是7月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进行袭击的指挥官。对此，美国有员呼吁辛瓦接受停火协议。Mr. Sinwar, he has been and remains
the primary decider when it comes to concluding a ceasefire. And so I think this only underscores the fact that it is really on him to decide whether to move forward with a ceasefire that manifestly. 中东局势升温，后当日巴黎参加奥运的以色列选手一直受到性命威胁。因为1970年的德国慕尼黑奥运期间，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乌色交会偷偷进入以色列选手村，杀害以色列选手甲代表团的成员，当中11个人。巴黎当地册录除了替过去牺牲的以色列代表团办纪念仪式，嘛强调会予精英战术部队护送以色列选手来往比赛，而且在奥运期间规工24点钟保护选手，避免悲剧一个发生。国际新闻台是唐平一。英国7月底发生这嫌犯压倒攻击囡仔舞蹈班，造成3个人死亡的悲剧。这个又派着煽动讲，这个案件就是穆斯林移民做的。这款假消息造成真侪所在拢有反移民的暴动。英国首相史凯尔就赶紧召开内阁会议要来处理。目前有400多人轰抓起来啊！示威群众放火烧厝，也有人一直向现场的镇暴警察拼砖啊！英国顶个月底发生17岁少年提刀啊进入囡仔舞蹈班，攻击夺走3个囡仔仔性命悲剧。在大家还未惊出悲伤的阴霾时阵，英格兰真侪都市陆续出现反穆斯林、反移民暴动，包含清真寺甲安迪南面庇护饭店拢遭到攻击。连北岸的贝尔法斯特也陷入混乱。暴动显示英国出现嫌犯身份，和继续派抗议误导加做寻求庇护的穆斯林难民。在无实在消息之下，暴力示威愈来愈厉害。穆斯林人自危，反而遭到针对性的暴力对待。Well, I feel threatened, scared to come out of my house. What we do as Muslims, we just pray 5 times a day. You know, we're not terrorists. 英国首相史凯尔特别开内阁紧急会议，强调优先确保社区民众安全，而且承诺会协调警力，在任何状况发生的时阵及时到场治犯。执法单位已经另外部署将近4000的警力，也警告目前已有400多人被抓，这礼拜来有人面临法律制裁，或有报道唔通过依亲处罚。We'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ensure that where a police response is needed, it's in place. Where support is needed for particular places, that is in space. 专家指出，网络无实在资讯，一直是这种暴力事件背后推动的主因。加上移民问题在英国特别敏感，敢若谣言就互不安的情绪滚加。目前有关当局在努力查明煽动暴力事件的幕后真相，希望早日平息这场13年来规模上大的街路暴力冲突。公司新闻站开编报道。连续6届参加奥运的庄智渊，伊爸爸妈妈拢表示无遗憾，认为伊的后生把这人生奉献给倒球，即马应该会当先休困一个才是。就算这庄智渊离开奥运的舞台，伊的球馆也是继续培训出亲像高升瑞这款优秀选手，继续为咱台湾拼出好名声。下来就下来，人生不是就是这样吗？态度自在乐观、个性甲较早同款的庄妈妈，对庄智渊伫巴黎奥运倒球男团挺伫8强，讲无遗憾是较侪唔甘甲心痛。高成绩出来都后壁遐都过来。啊，你感觉伊表演啊？会使啊啦，会使啊。同款是倒球选手的庄爸爸妈妈培育庄智渊7、8岁开始拍球，人生30多年奉献互倒球，阿某2个拢感觉会使啊。李桂美是庄智渊倒球上起升的教练，带去国外训练，搁陪比赛。伊坦白讲，庄智渊这届表现无亲像预测好，对高升瑞有高悬的期待。他第一次参加大赛，这样打得很好。对，我们老实话实讲。那昨天可能就是也可能稍微有比较紧。师徒2个无论练习还是比赛拢真共心，参加过6届奥运、7届亚运，庄智渊为球场鼓掌，一路正价，互人叫做台湾倒球教父。这届伊甲徒弟高升瑞做伙拍巴黎奥运，虽然战后伊要退出奥运舞台，不过伊已经为倒球界引进新的希望种子。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踏上2024的巴黎吧，然后其实心情还是蛮兴奋、蛮激动。因为我自己也确实有点累了，然后可能想要做一点其他事情。如果有，或许未来可能是以不同身份去，也不一定。无论是巴黎奥运最后一场，还是球馆第指导学生囡仔，庄智渊甲高升瑞，互球迷见证一场世代传承，互咱期待有更侪选手为球馆行入世界舞台，继续为台湾争取公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真侪民众对国内女性的康复人员因的印象，拢是讲爱穿裙穿管打。不过工会团体也指出讲，这女性康复人员敢若有佯装听护警尔，是违反联合国的消毒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。而且这穿裙伫咧执勤时阵也有安全的风险，因是呼吁劳动部爱针对制服定出符合公约的指引，也爱伫咧未来修正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时阵，邀请工会团体做伙来讨论。穿军装、管打，这是国内航空公司侪康复人员的服装。进前桃园市康复员职业工会向监察院人权委员会申诉，认为国内大部分航空公司强制女性康复员敢若通穿裙、管打是违反联合国消毒妇女歧视公约4度。监察院倡议也建议政府改善女性康复员军装限制，不仅是对女性是一种物化，更加重他们的那个健康的风险。其实，在我们的飞行安全训练里面的话，我们是要去更换裤装去做训练，可是，在实际上我们在飞机上执勤的时候，航空公司却要求我们的女性空服员只能穿着裙装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根据工会统计，欧美航空公司已经要全部开放女性通穿裤做工课，国内航空公司却只有好航开放。因呼吁劳动部应该针对制服制定符合4度的指引，而且性别平等工作法修正的时，也要邀请工会团体参与讨论。以长荣航空为例子，我们的国外地勤人员，包含例如说像日本或者是欧美等外站，他们的地勤人员女性是有裤装的，也就是说，长荣航空本身就已经设计出可以给女性穿的裤装制服，但是却不适用于空服员。各方面的相关的机关劳工团体的部分的意见，我们也会很重视。那我们也会仔细来搜寻收集相关的意见，一起来纳入来考虑。劳动部表示，针对监察院人权委员会的报告，劳动部会赶紧邀请行政院、交通部等部会建议。劳工团体的意见也会收集，做伙连接讨论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台北少年观护所是暂时收容12岁以上到18岁以下涉嫌犯罪情节重大的少年囡仔。京城少年关怀协会伫咧休热期间去到遐办营队，鼓励囡仔唔通放弃家己。志刚用活力和正面能量带动少年囡仔过关斩将，这是台北少年观护所这侪囡仔可能因为家庭失功能、交到歹朋友等等，脚步打叉入来少管所。中华民国京城少年关怀协会伫暑假举办京城转化营，今年是因伫少管所举办营队的第10年。协会就这侪志刚入来和这囡仔互动，因认为这么是社会沟通的一部分。说他们可能就是新闻上看到那些很凶斗狠的样子，但其实持续跟他们互动，然后透过营队，其实看到他们可爱的一面，其实就是跟一般的小孩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。那这时候他就会去思考，就是我一开始是不是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孩子，是不是错失了他们有一些可以翻转人生的机会？协会表示，当年伊拢会招有差不多背景的友伴来到少管所和这些少年囡仔分享。今年都有一位志刚较早嘛要因为脚步一时打叉带过少管所，用几年的时间反省过去，调整家己嘛考上大学。今年伊特别来做志刚，希望用家己做的，让这些囡仔有改变的勇气。有时候走到今天，真的是小时候有很多的不好的时候没有被接住。我当初也以为自己就一定就是可能就完蛋了吧，就像别人讲的说，被关过就没有用啊，或者是说我一定会进进出出这里。可是其实后来我并没有。对，我就想要告诉他们说，人生呢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。协会表示，其实这些囡仔要离开少管所时，这是真正的挑战。伊嘛一直拢积极和囡仔约出所以后食第一顿饭，后续嘛更有追踪辅导，要透过实际行动来帮助这些囡仔适应社会生活、行正道。记者卢长如、曾俊佑、新北报道。有一寡大学生，伊厝内面是经济较弱势，伊会哪读册哪做线工。为着要帮助这些囡仔，台北家扶中心伫大学期开学进前呢，拢会倒募款提供2万块的奖学金来帮助这些学生。家扶中心也呼吁民众大家做伙来做爱心，帮助这些囡仔完成学业。
伫大日头骹拿走外送平台，拿趁生活费。伊是21岁，又搁咧读册阿莹，伊的妈妈是新住民，伫地头起诉的台湾，家己一个人请养伊大汉，为着要减轻妈妈的负担，阿莹对19岁开始做线工，而且上济一届是做5份工课，后来加载有家扶中心的斗相工，提供伊一学期2万块的奖学金，互伊会当专心读册，伊嘛顺利考调国立的科技大学。热炒店，然后基本上就是热炒店完之后，中间会有一个休息空档。然后我可能就会去跑个外送，然后跑完外送之后再回来继续接热炒店。上完班之后，可能8、9点之后，然后再去接下一份工作。有一个奖助学金，会对我们比较有一个很大的帮助，让我们都可以比较安心的读书啦。同款是接受家父的帮助，来自新住民家庭的阿华，因为大学读的专业是生物科技，规工拢爱伫实验室内面做研究，无法度去做线工，只好省家己的生活费，一工食一顿。后来造成胃溃疡。身体歹去，为着要回归社会帮助，伊希望未来会当投入灵感的研究，帮助灵感患者恢复健康的生活。家人是有因为肺癌而过世，因为自己科系的关系，所以也有往癌症这方面进行研究。台湾的乳癌患者也是非常的多，所以会想要做这方面的研究。他们在这个年纪，其实大概就有2个经济的来源，一个就是靠自己去打工，可是有另外一群的孩子，他可能就是我努力的读书，我用争取奖学金，他只要有这个好的成绩，其实他就是可以去争取比较多的奖学金。台北家扶中心表示，因伫每学期开学进前，拢会提供这寡需要帮助的学生一学期2万块的奖学金。伊嘛希望大家会当捐钱予家扶基金会，帮助这寡学生会当正常读册，完成学业。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新竹十八尖山是在地民众常常去运动的所在。最近有听讲，这个狗遐是规大堆，甚至坐伫以下休困也靠狗遐家。经过市政府初步调查，大部分拢是本土的流离狗遐，目前已经来野药啊封治了。大量的狗遐看到，互人感觉规身躯起鸡毛皮。电火条啊顶悬嘛爬满狗遐，连来运动的民众，即马想要找椅仔休困，拢唔敢凊彩坐落来。这家有椅子都不敢坐了。就要看一下啊，因为坐有可能不小心爬在身上，如果有被咬很麻烦的。第三我嘛唔知影，我都无注意讲嘿啊三，我一乌多摆载阮太太坐伫后边，安那都一直给他拨嘞。如果没有留意的话，我发现蚂蚁就会爬上你的脚。对，然后你就觉得痒痒，一看哇，整只脚都蚂蚁。新北市18尖山最近出现大量的狗遐，经过市府判断，这款狗遐叫做流离狗遐，一般会出现伫海拔500公尺以下的山区。目前除了派人到现场放防治狗遐用的药啊，来加强伫附近的活动区域进行消毒。初步判断是流离蚁，那目前已启动防治机制，那也有请委外厂商加强热点，如公厕、步道、扶手、座椅的地方加强清洁。那也有投放耳机。市府建议民众到18尖山运动，会当尽量穿长裤，来加强防护措施。运动员返去厝进前，上好要注意身躯顶，也是脚板敢有狗遐，以免造成困扰。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。台南市旧城区因为较早发展，这车路就较细条，路边部分的车架啊，若阵这车停咧，有的是麻拄麻，有的是爱捅一砸出去，民众认为讲安尼是真无方便。目前交通局有清点出1400个架无合格，架会重新规划了后，再画起哩。这台伫富人路顶的车，当咧北区，驾驶要甲车停入架啊，停好势，煞发现架伤细，地主车头会捅出来。民众认为安尼设计无较优先。目前台南有部分车架无符合规定，甚至有车架干那4米长。交通局指出，目前车架2米宽是拢无问题，主要是长度无够。来看倒边也未调整过是4.8米长，就要搁增加0.2米，爱像正平安尼才妥当。开去别的停车格啊。开刚刚就困扰还是安怎？
就会啊，因为停这个就已经很少了啊，这个再小啊就变成就只能限制小车停了啊，大车就会很不方便啊。停超过迄种红线，我烦恼下方开罚单来。目前敢若旧城区嘛，就是中西区才有这个状况，主要因为这较早发展，街仔路较细条，佮加上时代改变，轿车愈做愈大台。根据统计，有1400个街仔无合格，交通局已经改善450个。有民众烦恼停落去，敢会互开罚单？警察局回应，伫也未改善进前，莫停甲伤合，通出来一点啊，无要紧。规定讲，迄个长度啊，上爱5米啊，阮即马有伫全部伫调查，比如讲，若无长度无到5米的，阮就会甲调整至少有5米长。讲你莫讲刚停一半，另外一半车先痛出来，针对这种较含的状况。基本上就用迄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56条第1项第9款的部分。交通局表示，已经有派人重新咧画街仔，只是有当时街仔有停车，就会牵着画线时间，因按算这几个月会赶紧调整好势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高雄有向中央争取15亿的经费去停车场，目前已经有9座完工咧营运。不过，审计部发现讲，伫咧复兴2路的停车场完工使用3年多，就无做停车场。主要是这市政府无填补土地是国有地，借用到期就要行动去。汽车道道塞入去收费停车场，这是高雄复兴2路的停车场，目前是国产署咧经营。不过当初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开买500万起的，审计部也是今年发现，这个停车场交通局敢若营运3档外就无咧用，主要是高雄市府无确实填补土地是国有地，地属借用机构就要还给国产署。不过交通局赶紧反驳。那国产署现在其实因为还没开始新建色彩，所以它目前还是在做停车场使用，并没有因为这个土地所有权的归还之后，它就废弃掉这个停车场的问题。那它目前所的收益已经达到1000多万。当初是为着要解决停车问题，高市府向中央申请超过15亿去10座停车场，目前有9座启用。复兴2路这个停车场开491万兴建，才经营3档外，就还给国产署经营。审计部认为无发挥使用效益，机关嘛批评钱袂当黑白开，却因为呢跨单位的沟通不良，而导致全民买单，实在是非常的不应该。对民众而言，并不会分这个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，只会认为自己的税金打水漂了。希望未来呢，跨单位的横向联系需要做到更好。目前这块土地交由国产署管理，伫国家社会主体也未动工进程，继续做停车场使用。交通局表示讲，未来起停车场会尽量用市府的土地，避免争议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，也是美国籍宣教师裴蒙辉，昨伫咧台北淡水马街病院病逝，食到98岁。伊对台湾有真深的感情，伊定定讲心伫倒，厝就伫倒。伊也甲伊的这手尾字有特别交代，讲甲所有一切拢管出来。前总统蔡英文和总统赖清德也拢对裴蒙辉老师表达悼念甲感谢。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，同时也是美国籍宣教师裴蒙辉，因为聚会受下真济器官衰竭，8月7日伫台北淡水马街病院过身，享受98岁。回顾较早台湾 Plus 的独家专访珍贵画面，深爱台湾这片土地的裴蒙辉老师讲：心伫倒位，厝就伫倒位。People here have been very kind and very generous, and I love Taiwan, and my heart is here, so this is my home. 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裴蒙辉老师伫台湾一个大道超过70年，一寡民众悼念伊对台湾无私的贡献。前总统蔡英文去年6月亲身甲裴蒙辉老师的台湾护照交予伊，欢迎伊成为正港的台湾人。I also learned that you have just become a citizen of Taiwan. That means you will have a passport of Taiwan. A passport for me. You know, I've always felt like I'm a Taiwanese anyway, but now I'm a full-fledged citizen. 裴蒙辉老师过身，蔡前总统嘛伫面册悼念，感谢裴蒙辉老师为台湾带来福音，帮助台湾人学习英语，也表示台湾永远是恁兜。总统赖清德知影了后，嘛感觉哀悼唔甘，感谢裴蒙辉老师坚定为台湾伫国际出声，为社会带来正面良性的力量。裴蒙辉老师嘛伫遗嘱特别交代，要甲所有一切拢捐出去。
他真的就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，所以他最后的时候，他说他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旧传的，就是继续那个福音的工作，包括他的身体，虽然他年纪大了，98岁，只要能用得上的，都是属于旧传的，属于台湾。乒乓会老师最后要安葬伫台北阳明田径，会当看救世团保协会。地方委员会决定举办乒乓会纪念音乐会，目前还阁伫咧找适合的地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天气一变化，明仔载气象咱就会来详细看。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对27度到36度。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对26度到34度。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对26度到35度。宜兰、花莲、台东对26度到34度。平湖、金门、马祖对27度到33度。新闻最后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，我是嘉豪，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。